你有沒有過這樣的經驗？你正在做一件很平常的事情，比如走路、洗澡、開車。突然之間，你回過神來，卻發現時間已經過去了好幾分鐘，而你完全不記得這段時間自己做了什麼。你可能會笑一笑，說一句：啊，剛剛在發呆。但如果我告訴你，那段時間可能不是你在行動呢？我們每個人都很自然地認為，我是一個完整、連續、不會中斷的存在。從小到大，從昨天到今天，不管發生什麼事情，都是我在經歷。但這個認知其實只是大腦給你的一種錯覺。心理學裏有一個非常可怕的事實：你的大腦並不是一個單一的聲音，它更像是一個會議室，裏面坐着不同的角色、不同的立場、不同的記憶。大多數時候，這些聲音能夠和諧共處，所以你感覺不到它們的存在。但在某些極端情況下，其中一個聲音會突然站起來說一句話：接下來換我來。問題是，你會知道這件事發生過嗎？很多人以為多重人格一定是戲劇化的，像電影裏那樣突然變臉、變聲、變性格。但現實中最可怕的多重人格，往往非常安靜、非常正常、非常不引人注意。有些人只是會突然買了一件自己絕對不會買的衣服，有些人會發現手機裏出現自己完全不記得拍的照片，還有些人醒來後收到朋友的信息：你昨天說的那些話真的很奇怪，而你卻只能回一句：我昨天根本沒見到你。這時候，真正恐怖的問題才出現了。如果你不記得，那是誰做的？我們的大腦為了讓你能夠正常生活，會自動幫你補上空白。它會編造一個合理的故事，讓你相信一切都還在掌控之中。但有些裂縫是補不起來的。在醫學記錄中，有一個反覆出現的描述：患者會說一句幾乎一模一樣的話：我覺得我的人生好像不是一直由我在駕駛。英文裏有一個詞叫 losing time， 意思是失去的時間，不是睡着，不是昏迷，而是你在活動，在說話，在做事，卻完全沒有留下任何記憶。如果這種事情只發生一次，你可以說是壓力太大；如果發生2次，你可以說是太累了。但如果它反覆發生，而且每一次你都變得有點不一樣，那就不是疲勞的問題了。這一集我們要講的不是恐怖故事，也不是都市傳說，而是一個讓無數醫生沉默、讓患者崩潰的真相。你體內可能不止一個人格，而且最可怕的是，他們可能比你更清楚該怎麼活下去。畫面慢慢淡出，留下沉默。接下來，我們來看一個真實案例。這個案例之所以特別，不是因為它多麼戲劇化，而是因為它太正常了。案例的主角，我們叫他 A 先生。A 先生30多歲，有穩定工作，朋友不多，但關係都不錯。在所有人眼裏，他是一個內向、溫和，甚至有點無趣的人。事情發生在一個非常普通的早晨。A 先生醒來，準備出門上班，一切都和往常一樣，直到他打開手機，手機裏有10幾則未讀信息，內容卻讓他完全看不懂。你昨天為什麼那樣說？你是不是在開玩笑？老實說，我有點被你嚇到。A 先生一頭霧水，
他反覆確認日期，確定今天不是愚人節。接着，他打開通話記錄，發現前一晚，他和一個多年沒聯絡的朋友通話了將近1個小時。他完全沒有任何印象。更奇怪的是，那位朋友描述的他和先生自己認識的自己，幾乎是兩個人。朋友說，他昨天說話很直接，語氣強硬，甚至帶點嘲諷。談話內容涉及A先生過去從來不願意提起的童年經歷。問題是，那些事情 A 先生自己都不記得。一開始，他以為是朋友在開玩笑，但接下來的幾天，事情開始變得不對勁。他的錢包裏多了一張酒吧的名片，他的電腦裏出現了一份他完全不記得寫過的文件。文件的語氣、用詞、邏輯都不像他。最關鍵的是，那份文件的結尾有一句話：如果你看到這段話，代表我又出現了。那一刻，A 先生第一次感到恐懼。他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精神出問題了。於是他去看了心理醫生。醫生一開始也認為是壓力導致的解離反應，直到某一次諮詢中，事情發生了變化。醫生問了一個簡單的問題：你還記得你第一次來找我的時候，我們聊了什麼嗎？A 先生正要回答，卻突然停住了。幾秒鐘後，他抬起頭，語氣完全變了。他說：你不用再問他了，他不會記得的。醫生愣住了。接下來的20分鐘，坐在椅子上的人用完全不同的說話方式講述了A先生童年時遭受的創傷，那些細節準確得讓人無法否認。但A先生本人在之後醒來時，對這段對話一無所知。醫生在病歷上第一次寫下了一個詞：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， 多重人格障礙。也就是說，A先生的人生並不……醫生後來回憶起那一天時，說了一句話：最可怕的地方，不是他變了一個人，而是那個人看起來比原本的他還要真實。那次諮詢本來和往常一樣，A先生坐在椅子上，雙手放在膝蓋上，眼神有點閃避，語氣溫和，甚至帶着一點歉意。但就在醫生問出那個問題之後，空氣明顯變了。A先生沉默了大約3秒鐘，不是在思考，而是一種切換的停頓。接着，他抬起頭，眼神變得穩定、直接，語氣也完全不同，不再猶豫，不再修飾，每一句話都像早就準備好了一樣。他第一句話就是：你不用再試了。他真的不記得。醫生當下沒有打斷他，只是順着話問：你是誰？那個人笑了一下，那是一種非常成熟，甚至帶點諷刺的笑。我是負責處理現實的人。他說：如果沒有我，這個身體早就撐不下去了。這句話是整個診療過程中第一次出現我們和他的區分。接下來的20多分鐘，那個人格開始說話。他談事情的方式非常有邏輯，不情緒化，不混亂，甚至比先生本人更清楚自己的人生時間線。他知道A先生幾歲轉學，幾歲開始失眠，哪一年發生了那件不該發生的事，
而最詭異的是，那些記憶，A 先生本人完全沒有。醫生一邊聽，一邊做筆記，因為他發現一件事：這個人格沒有說謊的必要。在心理學裏，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察點：假裝的人會表現得很用力，真正存在的人格反而很自然。這個人格不急着證明自己，也不在乎醫生信不信，他只是平靜地說了一句：你可以不把我當成病，但你不能否認我存在。醫生問了一個關鍵問題：你什麼時候會出現？他想了一下，回答：當事情太危險的時候，當他撐不住的時候，我就會出來。這時，醫生已經幾乎可以確定，這不是角色扮演，不是幻想，也不是刻意製造的假象，因為這個人格沒有情緒失控，沒有誇張行為，沒有混亂敘事，他就像一個長期坐在副駕駛座的人，只是偶爾必須接手方向盤。在那次對談結束前，醫生問了最後一個問題：你知道還有其他人嗎？那個人格沉默了一會兒，然後點了點頭，知道。他說：但不是每一個都像我一樣，願意跟你說話。話音剛落，A 先生的身體輕微晃了一下，眼神再次變得迷茫，語氣變回原本的溫和。他看着醫生，有點不好意思地說：不好意思，我剛剛是不是又發呆了？那一刻，醫生很清楚，他見到的不是一個人，而是一個系統。在醫學上，有一個非常殘酷的原則：感覺可以懷疑，證據不能。醫生沒有立刻告訴 A 先生診斷結果，因為對多重人格來說，過早的揭露反而可能造成更嚴重的解離。但有一件事，醫生必須先確認，這是不是真的人格切換，還是極端狀態下的自我暗示。於是，他做了一個決定。在後續幾次諮詢中，醫生開始全程錄音，並且在取得同意後，安排了簡單的行為觀察測試。一開始，一切都很正常。A 先生像往常一樣說話，回答問題，語氣柔和，回答保守。直到某一次，醫生刻意提到了一個關鍵詞，一個與童年創傷有關的細節。空氣再次改變，錄音檔裏清楚地記錄着，呼吸頻率改變，聲音音調下降，語速變快，同一個身體，卻像換了一個人。那個人格再次出現，而且這一次，他知道自己正在被錄音。他只說了一句話：這樣也好，至少你們以後不會說我不存在。更震撼的，發生在診療室外。A 先生開始出現行為斷片 （behavioral gaps）。大樓的監視器顯示，他曾在深夜進出一棟自己白天完全不記得去過的建築。門禁記錄顯示，最可怕的是，這個系統運作得非常有效率，沒有人失控，沒有人尖叫，沒有人表現得像電影裏那樣瘋狂。這也是為什麼多重人格常常被忽略多年，因為它不是混亂，而是過度有序。線4的最後，醫生在錄音檔結尾聽到了。到這裏，很多觀眾可能開始問：這真的有科學根據嗎？這不是電影情節吧？
答案是有，而且非常真實。心理學上，這種現象叫做 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，DID， 中文稱多重人格障礙。它不是作假，也不是演戲，而是一種極端的心理防禦機制。簡單說，當大腦面臨無法承受的創傷或壓力時，它會分裂出另一個人格，讓原本的自己暫時脫離痛苦。想象你的大腦是一個電腦系統，通常它只有一個主程式在運行，但當主程式無法處理過多錯誤或危險信號時，它會啟動備份程式。備份程式繼續運行，而原本的程式暫停。這個備份程式就像另一個人格，它可能擁有不同的記憶、不同的喜好，甚至不同的情緒反應。科學家發現，多重人格多半與童年創傷有關，例如身體虐待、精神虐待或極端的恐懼經歷。對一個孩子而言，痛苦太大，他無法承受，於是大腦自動創造了一個安全人格，來面對恐懼、逃避痛苦、保護核心意識。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先生的不同人格擁有不同的語氣、行為，甚至記憶。他們不是隨意出現的，而是針對特定情景的應急系統。有的負責面對工作壓力，有的負責面對社交挑戰，有的負責承受過去的創傷。更驚人的是，科學研究顯示，不同人格在大腦活動上也有所不同。例如，一個人格可能對情緒記憶的反應非常敏感，另一個人格則完全平靜，甚至他們的腦波、心跳、荷爾蒙分泌都不同。這不是科幻小說，而是真正的神經科學現象。有趣的是，這種分裂有時是非常高效的，它可以讓一個人同時管理多個生活線索，而每個人格都像一個專家，專注於特定任務。但這也帶來問題，當人格之間的衝突無法協調，就會出現行為斷片、記憶空白，甚至情緒崩潰。在先生的案例中，科學家觀察到，他的身體在不同人格切換時，血壓、心率，甚至手寫筆跡都會改變。這意味着每個人格不只是心理上的存在，而是生理上也真實存在。簡單來說，他的身體在不同人格之間是共享但不同步的。而醫學界也發現了一個重要現象，不是所有人格都是敵對的，有些人格甚至在背後默默保護原本人格，幫助他度過危機。這就是先生的情況。當原本人格承受不了痛苦，另一個人格就會出現，完成必要的任務，維持生活的正常運行。所以，多重人格不是瘋狂，也不是失控，它是一種大腦自我保護的極端策略。它告訴我們一個殘酷的事實：人類意識其實比我們想象的要脆弱，但同時也比我們想象的要堅韌。這就是為什麼對先生來說，人格切換並非偶然，每一次出現背後都有理由。而觀眾如果仔細觀察，會發現真正恐怖的不是人格存在，而是你可能永遠無法知道自己那一刻是誰在生活。很多人看完線5之後，會有一個問題：那這些人格之間知道對方存在嗎？會不會打架、互相爭奪？答案並不是簡單的是或否，而是非常複雜的心理網絡。在心理學上，這稱為 co-consciousness 共識意識。有些人格完全不知道對方存在，就像你家裏同時住着兩個陌生人，他們沒有交流，也不分享記憶。而有些人格則清楚知道旁邊有另一個人，甚至可以監控對方的行為，在必要時接手控制。A 先生的案例就是混合型，他的一個人格
專門處理工作壓力，知道白天原本人格在做什麼，但不干涉個人生活。另一個人格則負責面對過去的創傷，他不與原本人格分享記憶，甚至讓他完全忘記那段經歷。這樣的系統看起來像高度組織化的團隊，每個人格都有明確任務，每個人格都知道自己的界線，避免干擾對方。但當壓力過大時，問題就出現了。A 先生有一次經歷了極端焦慮，原本人格無法承受，負責面對恐懼的人格突然出現，控制了身體數小時，做了一些普通人格根本無法理解的行為。這就是所謂的行為斷片 （behavioral gap）。當人格之間缺乏協調，你就會看到一個人自動行動而毫無記憶。更令人驚訝的是，這些人格之間有時甚至會互相談判。醫生記錄到，當一個人格想要主導身體時，另一個人格會暫時退下，有時還會留下提示，提醒原本人格注意。A 先生有一段錄音，當時他的工作人格說：我幫你完成今天的會議，明天你醒來時，記得我做了什麼。而這句話，原本人格完全沒有印象，但生活卻被順利維持。這種互動，讓心理學家形容多重人格像一個內部公司，每個人格都是部門主管，分工明確，甚至效率高過單一意識。然而，這也帶來倫理問題。如果某個人格做出錯事，責任算誰？如果某個人格選擇自我保護，而原本人格受傷，我們能怪誰？在先生的案例裏，最令人不安的不是人格存在，而是這些。到目前為止，我們已經看到先生的多重人格如何出現、互動、分工，甚至能夠高效率地維持日常生活。但這其中有一個問題，比人格切換更令人不寒而慄。誰才是真正的主人？我們一直習慣把我視為人生的主控者，每天的行為、思考、選擇都是我在決定。但當我們發現有人在我們不知情的時候掌握身體，做我們不曾記得的決定，那我究竟還是我嗎？在先生身上，這個問題變得尤為尖銳。他的一些人格雖然存在目的是保護原本人格，但他們已經在生活中建立了自己的足跡，從銀行賬戶的操作到社交圈的互動，甚至某些朋友、同事的印象，已經不再屬於原本人格。有一次，A 先生在診所接受心理測驗時，他的工作人格出現。醫生觀察到，這個人格在回答問題時非常理性，幾乎完全掌控身體的每一個細節。原本人格醒來後，回想那段時間，卻發現自己連坐過的椅子位置都不記得。這種失控感，是所有多重人格患者最深層的恐懼，因為原本人格逐漸意識到，他可能只是這個系統中的一個角色，而非真正的主人。心理學上，這種情況有一個專門的術語 ：host personality， 主導人格。主導人格通常是最早被建立的人格，負責管理其他人格。但有時候，主導人格可能被另一個人格替代，尤其當主導人格太脆弱或無法承受壓力時。在先生的案例裏，醫生記錄到一個令人心驚的現象：在某些特定情況下，保護人格不僅接管身體，還會改寫生活節奏、改變決策，甚至修改原本人格的習慣。換句話說，真正做決定的人可能不是 A 先生本人，而是一個他創造的自己。這就引發了一個哲學層面的問題。
如果你的意識不是統一的，如果不同人格各自掌控你的生活線索，那麼你的我還有什麼意義？你每天以為在做的選擇，可能只是某個人格的決策。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有些人格甚至會互相爭奪主控權。當危機來臨時，控制權的切換就像一場無聲的戰爭。原本人格可能完全無法干預。A 先生的一段錄音記錄了這樣一個瞬間：不要理他，他撐不住，換我來。不行，我還沒完成，我才是真正的主人。語氣急促，聲音交錯，就像兩個人同時搶方向盤。那一刻，誰才是真正的主人？沒有辦法回答，因為答案不在外界，而在大腦內部。在這個多重人格系統的運作裏，觀眾朋友，如果換作你自己，你是否還能認為自己掌控了人生？還是有一天，你醒來，會發現自己不是唯一在活的人？這個問題，恐怖卻又現實，因為每一個我們以為正常的人，都有可能在壓力或創傷下，創造出另一個自己。結束這一幕，老高說：真正的主人，有時並不是你以為的那個我，而是你大腦裏另一個默默存在的人。雖然線7帶給我們深深的不安，但線8將揭示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反轉。多重人格其實是一種保護，而非瘋狂。醫生、心理學家和神經科學家研究發現，當孩子遭受極端創傷時，原本人格無法承受，大腦就會自動分裂出一個或多個人格，幫助核心意識存活下去。A 先生的案例正是如此。他的不同人格雖然行為上獨立，但最終目的是維持生活的正常運作。例如，有一次，原本人格承受不了工作壓力，幾乎崩潰。工作人格自動接管，完成了整天的任務。這樣 A 先生的生活沒有被打亂，也保護了他的心理安全。多重人格就像一種心理避難所。原本人格進入休息狀態，其他人格代替應對現實。這不僅不是病態，反而是一種極端的生存智慧。更有趣的是，心理學家指出，這些人格有時會互相溝通，甚至形成內部規則。誰出現，什麼時候退下，怎麼處理危機，彼此分工合作。換句話說，這個系統不是混亂的，而是高度有序的自我保護系統。對先生來說，這意味着每一次人格切換，都是大腦在默默守護他的生活，讓他能在極端壓力下生存下來。老高在這裏提出一個哲學問題：我們一直認為人生的正常是單一意識，但或許真正的智慧是讓自己能分裂也能存活。多重人格從這個角度看，不是病，而是一種進化式的適應。但這也帶來倫理上的思考。如果某個人格承擔所有痛苦，原本人格卻無法記憶，那麼這種生存是幸福嗎？還是犧牲？結尾時，老高用輕聲的語氣說：也許我們每個人心裏都住着不止一個我。當生活太殘酷時，大腦會幫你創造一個朋友，代替你活下去。這不怪，也不瘋狂，這是人類最殘酷卻最智慧的自我保護。畫面慢慢淡出，背景音樂低沉，留下沉默與深思。到這裏，我們已經看過先生的多重人格系統，他們分工合作，默默保護原本人格。但同時，他的生活被其他人格控制過多次，甚至有些行為，他自己完全沒有記憶。現在，我想把問題留給你：如果這件事發生在你身上，
你能承受嗎？想象一下，你早晨醒來，發現手機裏有你從未寫過的信息，錢包裏多了一張陌生的收據，甚至連朋友都問你為什麼做了那些事。你會怎麼做？你會驚慌失措，試圖控制一切，還是接受這個現實，告訴自己，也許這是為了生存，我並不孤單。心理學家指出，面對多重人格系統，恐懼往往源於未知，而非人格本身。當你知道這些人格存在的原因、規則和目的，恐懼就能被理解和管理。A 先生的故事給我們一個啟示：多重人格不是可怕的怪物，而是大腦的智慧與防護機制。當生活、痛苦或創傷太重時，大腦會默默創造一個或多個自己，幫助核心意識度過困境。但這並不意味着完全沒有風險。人格之間的衝突、記憶缺失、失控行為，都可能帶來生活上的麻煩，甚至危險。所以，理解與接納是唯一能夠維持平衡的方法。觀眾朋友，思考這件事的時候，我們不必感到恐懼或絕望，因為每個人格，無論多麼陌生，背後都是在努力保護你。這是一種極端的自我救贖，也是人類意識最深處的智慧。最後，讓我們把目光拉回到整個故事的核心。A 先生的人生表面上平凡無奇，但在他的內心深處，卻住着一個完整的系統。不同人格交替出現，互相保護，確保他的生活得以延續。這不只是心理學案例，也不只是科學實驗，而是每一個人心中都可能存在的現象。想象一下，當我們遭遇極端痛苦、失敗或恐懼時，內心是否會自動分裂出另一個自己？那個自己比我們更勇敢、更堅強，甚至能承受我們無法承受的痛苦？如果答案是可能，那麼我們可以理解為，我們從來不是孤單的，即便看似單獨行走人生，其實有一部分的我們一直在背後默默守護，幫助我們度過每一個困境。所以，真正的結論不是恐懼，而是思考。我們的意識比我們想象的更加複雜、脆弱，但也更加堅韌。老高在結尾說：也許你從未真正一個人活到今天，因為在你看不見的地方，有另一個你在努力，確保你能繼續前行。這個故事的餘韻在於，觀眾會停下來思考自己的人生、自己的意識，甚至懷疑：今天醒來的我是原來的我嗎？還是另一個默默努力的人格在守護我？多重人格或許不是病，而是一種智慧的生存方式。它提醒我們，人生不是線性的，也不是單一的，而是一個由不同自己交錯構成的奇蹟。最後，留給觀眾一句話：如果你覺得生活太艱難，不要害怕，你並不孤單。你體內也許住着另一個正在為你戰鬥的自己。畫面慢慢淡出，背景音樂低沉，觀眾留下沉思與共鳴。